万军的妖花，你徛起的所在怎样合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妖花的电源甲风气，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今早来做伙敬拜上帝。直接咱来献开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请坐，三甲来祈祷。至圣的阿爸爸上帝，阮双林教会众兄弟姊妹组织来到你的圣诞敬拜阿罗你。主啊，阮感谢你，伫这国外的节期，你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不但保守阮过去一礼拜中间出入享受着你赏赐迄个平安，也有阮同信的兄弟姊妹彼此踮遮来请安，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为安尼，阮献上感谢。主啊，求你赦免阮，因为阮常常无用家己的代志，忽略为着辛苦病痛的兄弟姊妹来代祷。主啊，阮看到周报济有需要身躯健康的兄弟姊妹，特别上帝求你亲自来医治因。帮助因，互因紧紧会当恢复健康，转来到阮的中间来同齐敬拜你。主啊，也赦免阮无常常为着牧师团中职来祈祷，求你亲自帮助阮，通过阮的代祷，成做牧师中职的快乐。阮看到阮的主任牧师尽心尽意。认真拍拼伫训练阮的小组长同工，阮也看到牧师团为着教会发展来着磨拍拼。伫即个国外的节期，主啊，阮恳求你，你的信心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的性命甲你的国外活出阮基督徒传福音的热情，将迄个复兴的火，搁一摆点倒伫阮的双林教会，互阮共信的双林教会众兄弟姊妹。成做福音的出口，来回应你对阮丰盛的恩典。阮知阮安尼祈祷游玩实在是无够野，
愿即时，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齐齐声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如天里。阮的心的阮，下面的多，亲像阮到下面多的人，我接受阮的意思，这个阮大的，因为我阮的灵跟公所受。咱煞只来启用，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用第6篇。圣诗的后面第8面，我来启刘兄弟来引。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的灵魂精英。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甲一世人。咱煞接继续来唱诗，学罗上帝圣诗120首，救主出声叫我，咱请起立。我
济。接着，咱妇女合唱团要来唱诗，俄罗上帝，因要唱的是我清爽主上帝。感谢主，这优美的诗歌，愿上帝干乐。接着咱来掀开圣经，咱来看圣经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22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伫圣经182页。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22节。这个事以后，耶稣搁一摆伫提比利亚河边门徒来显现。即摆显现的经过是安尼：迄时西门彼得外号双胞胎的多马、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西比泰的2个囝，甲另外2个门徒拢做伙。西门彼得对因讲：我要去拍鱼，我要去掠鱼。因讲：我缀你去。因此，因就出去上船，毋过规暝拢无掠到
虾米？日头要出来时，耶稣踮伫个水边，毋过门徒毋知影伊就是耶稣。耶稣对因讲：“朋友，恁有掠着鱼无？”因回答讲：“无。”耶稣讲：“将网抛远船的正边，迄边有鱼。”因就抛网落去，毋过游袂起来，因为网着真济的鱼。耶稣所意爱迄个门徒对彼得讲：“是主。”西门彼得一听讲是主，就紧紧摕一领换衫披喺身躯，跳入去水内底。其他的门徒就顾着船靠岸，将规个网的鱼拖起来。迄时因离岸无远，差不多100公尺的距离。因就岸了后，有看到一堆的炭火，顶面有鱼甲饼。耶稣对因讲：“将恁所拄仔拍的鱼掠几尾仔来。”西门彼得甲船顶去，将网仔拖到岸上，网的拢是大鱼，拢总有153尾。虽然有遮尔啊侪鱼，网仔却无破。耶稣对因讲：“恁来食早起吧。”无一个门徒敢问伊：“你是谁？”因为因拢知伊是主。耶稣就行过去，摕饼分互伊，嘛照样把鱼分互因食。这是耶稣对死里复活了后第3摆向门徒显现。因食过了后，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囝西门，你爱我赢过遮的吗？”伊回答：“主啊，是，你知我爱你。”耶稣讲：“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2摆问约翰的囝西门：“你爱我吗？”伊回答：“主啊，是，你知我爱你。”耶稣对伊讲：“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3摆阁问约翰的囝西门：“你爱我吗？”西门因为耶稣一连3摆问伊：“你爱我吗？”就艰苦起来，对耶稣讲：“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我爱你。”耶稣讲：“你喂养我的羊。我认真甲你讲，你少年的时，家己下着药，凊彩行来行去；但是你年老的时阵，你要伸出你的手来，别人要甲你绑着，带你去你无介意的所在。”看见伊，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将来怎样？”耶稣回答：“如果我要伊活着，等我转来，嘛无关你的代志。你只管跟缀我吧。”愿圣经记载的话，真做咱信仰的帮赞。煞接，咱要邀请本堂的薛树林牧师来传讲信息。伊要传讲的是甲国外的主三主重新领受呼召，请咱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顶主日咱遮庆祝了国外节，搁一摆提醒咱，耶稣基督已经国外。国外主耶稣，伊拄着每一个人，拢会对伊讲愿恁平安。所以我嘛要请咱甲咱隔壁兄弟姊妹讲愿恁平安。
这是咱做伙来祈祷。国外主耶稣，阮感谢你，为着阮牺牲家己，总是因为你国外来赢过黑暗的势力，互阮会当倚靠你，也会当赢过阮家己的软弱。主上帝伫早起的时，阮愿你来进入阮的心内，互阮每一个人会当通过你的话，甲国外主相拄，帮助阮。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的圣经，主耶稣过活了后，搁一摆向伊的学生显现，而且为着伊的学生来备办了一顿丰盛搁充满快乐的早顿，互学生的灵魂体，因为甲国外主耶稣相拄，带来今生改变的快乐，搁一摆领受呼召。继续向前行来完成使命。伫过去的经验，这学生群底因的老师主耶稣，因将来拢毋免为着啉食来挂虑，因为一切拢有伊的老师来发落。虽然老师受定死的是过顶，但是3日了后伊过活，而且这的学生来显现。虽然安尼对学生来讲，就是甲以前是无共。以前的一切，拢有迄位看会到生活做伙的老师，诚做因的倚靠。各位，一群人聚集做伙，食饭的问题，讲大无大，讲细嘛无细，只要食饭的时间到，总是爱解决。只是对学生来讲，这就变做真大的问题。因通去找啥物人呢？只是因只有自谋出路、自力更生，家己想办法。但是因阁会当做啥物？有啊，重操旧业，就是转到家己伫海边去掠鱼。这就是因过去生活的来源。根据圣经第30记载，彼得讲：“我去掠鱼。”简单的一句话，就6个同伴愿意跟缀伊行。因来到加利利海，这是因上解释，阁非常了解的所在。不过，圣经记载，因出师不利，迄暝并无掠到啥物。迄7个学生规暝辛苦，总是毫无所获，啥物拢掠无。直到主耶稣来到海岸边，指示因盼望的所在，互因的希望满起来。圣经甲咱讲，因拢总掠到153尾鱼。煞只主耶稣为着因骄傲野性的身躯，备办了早顿。了后，主耶稣西门彼得，我想主耶稣也是在场其他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是毋是有疼主比伊所掠到的这鱼仔搁较济？各位，学生对主耶稣的疼是真实，是毋免怀疑的。只是因无迄个看会到、摸会到的老师伫身躯边的日子，互伊毋知影未来要安怎行落去。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过程中，嘛有甲学生相款的经验。当咱毋知影要安怎面对未来，当咱彷徨无助的时，这并无代表咱无疼主。只是代志变化真紧，阁真济，会搅扰咱，会影响咱，会互咱一时之间毋知影怎样继续来坚持咱过去迄个坚定信仰的态度，互咱继续往前。就是这个时刻，国外主耶稣伊阁一摆主动来到学生的中间，请注意，主耶稣伊是主动来的。而且伊并无责备因，耶稣嘛无直接回答因心中的疑问。主耶稣是因的内心提出问题，
而且互因一个新的使命，来加做方向，加做以后的出路。通过国外主耶稣甲学生的对话，互咱会当学习，甲国外主耶稣三拄为咱的性命带来更新改变的困难，互咱搁一摆领受主耶稣的呼召，来完成伊所交托的使命。今仔日早起，牧师要通过这段圣经分3点来甲大家做伙思考。甲国外主耶稣三拄了后，为咱的性命带来应该有的信仰态度，真心接受主耶稣的呼召。第一个，甲国外主耶稣三拄为咱的性命带来放落家己原本有的，也起十字架。伫路加福音第5章有记载，3年前彼得甲伊的小弟安德烈是伫加利利海边做伙伫掠鱼。路加福音第5章第50到第70嘛有描写迄暗一个代志，就是因拼规暝掠拢无。当因遵照主耶稣的指示，因就拍网，网着真济鱼，网煞强要破去，而且将这掠到的鱼啊，装伫2只船，装甲满，煞强个船煞强要沉落去。有迄摆经验了后，彼得甲伊的小弟2个人，就将因的船靠划了后，放落一切，去跟缀耶稣。彼得甲其他的学生，因已经3年前就已经决定要离开迄个遗弃生活的头路，而且已经跟缀主耶稣有3年久。即摆因哪会阁转到原来的所在？原因真简单，因为因伫生活上拄着困难，真自然就转到对因来讲上介简单、上介棘手的工作，就是转去掠鱼。今仔日咱诚做基督徒，有时咱也会亲像彼得或者是其他的学生相款，拄着类似的情形。主疼咱，咱也疼主，这是无疑问的。但是面对各种内在外在的环境、经济不景气的因素，会互咱散车，会互咱受苦，甚至有时也会互咱的生活真恶得来维持到这个地步。面对安尼，咱必须爱处理真济复杂的问题，逼着咱减少对基督的疼甲投入。这要安怎呢？是毋是还佫要继续坚持信仰的态度？咱无的确会忍耐，也无的确会妥协，也无的确会放弃。当咱的手内还佫有咱家己看做真宝贝、真重要的物件的时，耶稣会问：你疼我，较赢过这的吗？只是国外主耶稣毋望，咱会当放弃迄这的，咱看做宝贝、看做重要的物件。请问咱做会到无？有一个故事，伊安尼讲，伫东南亚的国家，有一种掠高山的方法，真趣味。住伫遐的人，因用一个茶做的箱啊，将高爱食的果子放伫内面。伫箱仔的顶悬开一个孔，大细就拄啊好，互狗空手会当伸入去。假使狗伸入去了后，将手摕条果子，伊的手就伸袂出来。除非即个狗愿意将伊手中的果子放掉，总是大多数的狗，因拢无愿意将手中的果子放掉。所以当人来的时阵，根本拢无需要用什么困难，就通掠到因。亲兄弟姊妹，主耶稣无爱咱，互咱家己看做宝贝、看做重要的物件，诚做咱向前行的主动。
管辖咱的性命，互咱无法度继续向前行。主耶稣讲，若有人要跟缀我，就爱看无家己，举起伊的十字架来跟缀我。主耶稣佫讲，到我遮来的，若无疼我赢过疼家己的爸母、某囝、兄弟姊妹，甲家己的性命，就袂为做我的学生；无举起家己十字架跟缀我的，也袂为做我的学生。亲爱兄弟姊妹，讲我的主耶稣问：你疼我赢过遮的吗？你疼我赢过遮的吗？主耶稣提醒咱，甲国外主耶稣相拄所带来的改变甲快乐，是袂因为物质暂时的欠缺，甲一时的困难，来减少或者是放弃对基督的疼甲投入。反正有甲国外主耶稣相拄所带来的改变甲快乐，会互即个人愿意为着主所交托的使命，甘愿放落一切。即时的彼得甲耶稣对话了后，伊会当体会明白耶稣的心意，而且愿意遵行主耶稣的命令去做，就是举起伊的十字架，完全放落以其生活的石头，将生命所有的快乐甲时间全部献予主来用。第二个，甲国外主耶稣相拄，为咱的性命带来谦卑家己，领受呼召。当彼得表示愿意谦卑家己，举起十字架了后，主耶稣伫今仔日的圣经15节到17节，连续3摆甲彼得讲：你养饲我的羊仔囝，你牧养我的羊，你养饲我的羊。主耶稣向彼得指出，真正的疼主，独独谦卑举起十字架是无够赢的，还佫需要付出行动，领受呼召，承担服侍。主耶稣伊在世时，伊将家己比作是好牧者。现在，伊也爱彼得会当诚做好牧者。主耶稣提醒彼得，应该着好好啊牧养属伫主的羊群。主耶稣拣选学生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因知影安怎来服侍教会。伫迄3年中，主耶稣一直训练因服侍教会的方法。即时，当主耶稣问彼得是毋是疼伊的时，其实目的就是要让彼得谈论服侍即个主题。当彼得回应主讲：“主啊，你知影我是疼你的。”即个时阵，主耶稣就对伊讲：“你养饲我的羊。”是啊，疼主是通过疼兄弟姊妹来表现的。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20节到21节有讲：若有人讲我疼上帝，却怨恨伊的兄弟也是姊妹，就是白贼；无疼伊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哪会疼无看到的上帝？所以基督安尼命令咱。疼上帝，嘛着疼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主耶稣讲：“养饲我的羊，就是疼有看到的兄弟姊妹，这就是疼上帝。养饲主的羊，就是咱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伫教会中，总是有软弱的人，需要咱关怀、养饲甲服侍。因的需要，咱拢有责任尽咱的快乐来服侍因，这才会当显出咱疼主的心是实实在在的。大生伫信仰顶面的服侍，信仰的成长，毋是一触可及，毋是会当真紧真短的时间就会当食。
迄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除了咱个人家己的追求以外，每一个人拢需要别人的帮衬。伫即种情况下面，大家应当学习彼此扶持，伫信仰的追求顶面，咱来互相照顾，来做伙成长。特别遐个面对失败，甲陷落伫苦难软弱中的肢体，佫较需要咱去关怀、去疼惜甲服侍。上帝拣选咱，咱着学习主耶稣，诚做好牧者，互咱常常将主内具体的需要放伫咱的心内，而且常常为着大家的信仰需要代祷甲服侍，而且伫需要的时间，咱嘛爱实际来陪伴因。第二，伫物质顶面的服侍，对伫生活物质上有需要的肢体，咱也着应该尽咱的气力帮助因，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这也是一种的服侍。出名的圣经学者威廉·伯克利，伊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军人叫做马丁，伊是虔诚的基督徒。伫一个寒冷的冬天，伊拄着一个乞食向伊来求讨。真可惜，马丁无钱，总是伊看到迄个乞食挂甲安尼死阵，伊的心内非常非常的毋甘，就将伊家己的毯仔摕落来，甲伊挂做两边，一边就送互迄个乞食。迄暗，马丁伊做一个梦，伊到伫天堂，伊看到天使嘛，看到主耶稣。当马丁斟酌看主耶稣的时，伊就看到耶稣的肩胛头，那会披着半领的毯仔，佫看是感觉真面熟。迄时就有一个天使问主耶稣：“主啊，你哪会披着半领的毯仔？是啥物人互你的？”主耶稣温柔回答讲：“这是我的奴仆马丁互我的。”是啊，咱所做的每一项至微细的代志，伫主耶稣看，这拢是非常的宝贵。耶稣伊捌讲，这的代志，恁既然做伫我的裙底者中至微细的一个人，就是做伫我的心上。所以期待咱拢愿意顺服主的话，领受呼召，心担服侍，互主来用。亲像彼得相款，主耶稣也要问咱每一个人讲：你仰视我的羊，你仰视我的羊。第三，甲国外主耶稣相拄了后，为咱的性命带来完全顺服，无过比较。主耶稣伊食了早顿了后，伊就对彼得讲：我实实甲你讲，你年轻的时阵，家己下药大，去爱去的所在。毋过年老的时，你会伸双手，互人绑，甲你拖到你无爱去的所在。主耶稣是指彼得年老的时，伊会失去自由，会为主来牺牲性命。煞接主耶稣就对彼得讲：你来裙底我吧。请注意，彼得伊并无祈求主耶稣，互伊毋免去面对将来伊要面对的苦难。这表示彼得伊愿意裙底主耶稣行十字架的决心，但是伊的心内却非常的好奇，因为想要知影另外一个学生以后的命运是安怎。所以圣经记载，彼得越过身，看到耶稣所听迄个学生缀伫后面，彼得看到伊，就问耶稣讲：主啊，这个人将来会安怎？各位，彼得会问，这是人之常情。
连细汉囡仔嘛拢安尼。我有2个孙，即马大汉孙6岁外，第2个3岁外。1年外前，有一天大汉孙伫伊的幼儿园有一个钢琴的发表会。做阿公阿嬷的，当然一定爱为着孙来准备礼物，所以我就准备了儿童主日学学生上喜意的礼物，就是糖果项链。因为内面的逐种拢是囡仔因上爱的四修啊，所以等发表会结束了后，我就抱着2岁外的小弟，甲先生对后壁到头前要送礼物给大汉孙。当大汉孙一个摕到礼物，佫看到伊的小弟有礼物，就讲阿嬷，表演的是我，弟弟啥物拢无做啦，伊哪会当有礼物？哇！我听到马上偷偷甲伊讲，你注意看，你的比你弟弟的价较济呢。这时大汉孙看了后，确定伊会比弟弟佫较济，伊才放心，会当好好欣赏。好好享受伊的礼物。亲爱兄弟姊妹，5、6岁的囡仔，无人甲伊教，拢会安尼，何况是咱大人？咱常常拢惯是将家己甲别人做比较，特别生活伫同一个环境中的人，虽然环境地位拢差不多，但是人的遭遇却往往大大无相款，有时阁有天壤之别。确实，教会历史甲咱讲，主耶稣互彼得的使命是要牧养主的羊群，最后爱为着主、为着福音来殉道，而且伊是互人倒钉伫十字架顶来死的。我2月份有机会去罗马。有参观到圣彼得大教堂，伫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顶有100图，就是100图，就是描写彼得为主来殉道，互人倒钉伫十字架顶。所以主耶稣伊互彼得的使命是要牧养伊的羊群，最后要为主来殉道。但是主耶稣的另外一位学生约翰，伊的使命是要为着主的代志来做见证，所以约翰伊活甲真老，才安然离开世间。所以当彼得知影家己将来的苦难了后，所以伊嘛想要问主耶稣：另外迄个你上爱的、上听迄个学生，以后是毋是甲我同款，爱为着福音来受苦？是啊。当咱拄着苦难的事，总是希望听见，也是讲看到别人甲咱相款，甚至有当时望伊比咱佫较可怜。这好亲像会互咱感觉咱所受的苦难会减轻真济，所以咱拢想要甲别人做比较，甚至期待别人比咱受佫较济的苦难。亲爱兄弟姊妹，别人安怎，甲咱甲主的关系有啥物干涉？别人安怎，甲咱的服侍有啥物关系？国外主耶稣伊并无回答彼得的问题，伊只有对彼得讲：“我若爱伊活到我来，甲你有啥物关系？你来跟缀我吧。”主耶稣对彼得只有强调一句话：“你来跟缀我吧，你来跟缀我吧。”所以彼得甲约翰，伊会当伫福音顶悬诚做真好的同工，伊毋是诚做彼此伫比较、针锋相对对手。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性命还未甲国外主耶稣相拄进前，咱的信仰互咱真大的自由空间。我想要服侍这项，我就做这项；我想要经迄项服侍，我就经迄项。咱拢照着家己的感动甲兴趣来服侍。但是当咱搁一摆，
甲国外主耶稣相拄了后，咱是毋是愿意满足主耶稣的心意，受上帝约束，愿意照着上帝旨意，愿意看见教会的需要，咱甘愿来服侍咱的主。咱是毋是愿意自身看主耶稣，无将咱的眼光看伫咱的同工来做比较？是我做较济，是我较辛苦，是啥人付出济，是啥人付出少？独自身伫主耶稣，愿意尽家己的困难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的大使命。3年前，主耶稣第一届伫加利利海边，呼召这群学生，互因对无目标、无使命、一无所获的生活中，经验了耶稣基督的丰盛恩典。打3年后，国外主耶稣搁一摆伫加利利海边，甲学生相拄，甲因互动，甲因谈话，互咱真侪启示。是啊，只要离开主耶稣，咱最后啥物拢无。因为主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亲爱兄弟姊妹，就算咱捌对主失去信仰，咱捌背叛过主，但是主耶稣绝对袂失去信仰，伊对咱的疼也永远袂无去。兄弟姊妹，互咱伫信仰的道路顶悬，伫服侍的过程中，将咱的目睭对家己的成就，对别人的成就，搁一摆注神伫国外主耶稣的成就。伊要对咱讲：“亲爱的囝儿，独注神伫我，我听你伫服侍的道路顶悬，我要将你的手牵牢牢，永远拢袂放开，举起你的十字架来跟缀我。”亲爱兄弟姊妹，互咱学习耶稣的学生，伫国外坐了后，甲国外主耶稣相拄，活出改变生命的困难，搁一摆领受呼召，甲主同行，做伙来完成伊所交托的大使命。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上帝，我们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独要甲你相拄，阮恳求你帮助阮，会当放落阮家己的一切，愿意顺服你，愿意举起阮家己的十字架，搁较愿意互阮有主耶稣国外生命充满，为主来做水的见证，真做人的祝福。主啊，阮恳求你的信心做工伫阮的内面，互阮甲国外耶稣相拄，改变阮家己，互主来用。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薛牧师的传讲的信息。直接咱来吟圣诗，来回应上帝通过薛牧师予咱的信息。圣诗338首，王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请起立。我
请坐。伫未奉献的大圣，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双连教会聚会兄弟姊妹你若未伫迄个你座位前有一张迄个表，你若未写，麻烦你写一下互阮有机会通过牧师来介绍你，欢迎你。期待你将双连教会成做你属灵的家，做伙来敬拜。咱直接来备办奉献。请起立，做伙来祈祷。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愿意回应你对彼得的呼召。主啊，阮跪地你，直接阮将金钱奉献。天父上帝，阮也将阮的才能、知识、专业，所有你所想述的恩赐献上。天父上帝，求你使用阮献的金钱，成做教会圣工的路用。天父上帝，也求你装备阮双连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成做你福音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咧开始报告大圣咱昨有伫即个所在有举办咱文贤技术爸爸王正弟兄的告别礼拜，
感谢教会，感谢兄弟姊妹来参与互所有个别礼拜过程当中，亲像报道会共款，互王妈妈因宜兰的亲族有深深的受到感动。伫遮文贤甲妈妈甲因囡仔拢在场，咱请起立，向后转，谢谢，一鞠躬，感谢各位。本会消息：第一，新生命餐会伫个4月22日中午12点，伫9楼联谊厅，内容就是受洗的兄弟要来做见证，咱欢迎咱会当邀请受洗的所有的家族的朋友来做伙来享受迄个上帝的疼在咱的中间。第二，集体关怀，恭喜咱本会英语牧区协同甲玉硕，因伫个3月30生一个囡仔，愿上帝眷顾囡仔甲因的规家。咱掀开第5页周报青少年牧区的事工。第一，国中、高中的家长会，就伫个今仔日下晡1点，伫12楼要举行青少年牧区1年1摆的国中、高中的家长会。会中咱要邀请吴信昌老师，伊是国中的理化老师，伊要为咱来分享亲子关系的当中要安怎处理迄个手机的问题，要安怎国中要安怎备办会考试的代志，阁要安怎处理咱囡仔避免互人有迄个言语的霸凌的伤害等等。非常会值得咱做家长的来听，请咱来备办心，下晡1点。第二，国中、高中的品格教育，第4月15，咱的讲员是咱的彭龙道牧师，对象就是咱一寡国中、高中生，欢迎对这有兴趣的家长会当做伙来参加。咱来看正评。装备委员会消息，装备课程，咱最近牧师要伫个5月初8开始，拢总有24节课，要查经查加拉太书，那有2个时段，第一就是透早，礼拜2、拜2的透早10点到11点半，教室伫12楼。如果你是时间无方便，会当参加第二暗时7点半到9点，伊教室伫7楼的礼拜堂，牧师讲即个，咱若将加拉太书查经当作神学的课程来上即个课，你可能得到淡薄仔圣经的知识尔，但是你若用心将生命来投入来了解即本册，来认真了解加拉太书，伊一定会当帮助咱生命得到改变。阁一项就是咱周报第7页，团契的消息，妇女团契，特别是今仔日下晡1点，因有一个联谊会，邀请到诚好的讲员是苏家宏长老，伊是公馆教会长老，伊嘛是一个律师，伊要讲的题目是人生上重要的理财课，期待各位有时间来参加。咱下接请宣牧师来欢迎新来宾。我要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第一届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第一位要欢迎就是文贤的妈妈王石梅姊妹王妈妈，伊伫咱的中间，望上帝听得继续领导伫伊的心上好，请坐。下接要来欢迎的是王乔婉姊妹全家是无？王乔婉姊妹后壁咱欢迎伫咱的中间咱欢迎阁有江雅国弟兄，伊是嘉义过沟教会兄弟今仔来到台北，欢迎下接是王慧兰姊妹，伊是对美国暂时转来台湾王慧兰姊妹伫即个所在，咱边仔人爱伸出欢迎的手，甲伊握手
毋茫咱彼下人伸出我们的手来欢迎煞接是黄金荣兄弟，伊是金城教会欢迎来到咱的中间煞接要欢迎是郑凡婷姊妹，伊是太平境教会的姊妹。郑凡婷在楼上，我们楼上的兄弟姊妹，伸出咱的手，代表教会来欢迎。还有一位是毛记校长夫妇伊是前格致国中的校长，毛记弟兄的夫妇。太太有来吗？欢迎我们欢迎你们。好，请坐。还有一位是延宝姐妹，伊是对日本台办教会转来的啦来，今仔日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感谢主。有无写着留名卡的第一届来的兄弟姊妹无？好，若无，有一位，何梅姐，你要介绍？他要奉献那拜托旁边的人帮他。好，没关系，我们有执事会帮你好，这时咱就做伙来做蒙友的代祷。天父，阮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予主耶稣成做阮的救赎，予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今仔日真欢喜，有真侪人做伙来到教会来敬拜。主，阮特别恳求你来祝福，予因伫遮所领受的，成做因心内的感动。主啊，阮嘛要特别恳求你来安慰帮赞，厝里有人死失的，也是身躯有病痛的。主，阮拢求你来安慰帮赞因，予因伫病痛的中间，有缘有主甲因伫地，伫艰苦的中间，主你成做因的牧者来引带带领伊，予因知影因的未来有主甲因做伴，予因无孤单。主啊，阮嘛要为着阮中间有上帝你所赏赐的产业，领到伫家庭的内面。主，阮为因欢喜，也求主你来赐福。主，阮要将阮的教会，搁一摆交伫主的手，恳求上帝帮助阮。阮组织伫教会，予阮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予阮予信心来改变更新阮每一个人，成做一个健康的上帝囝儿。予阮的家庭也健康起来，予阮的教会也健康起来，会当成做主要使用的器具。主你来赐福带领阮，主阮搁一摆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你的手，恳求你来施恩保守也引带阮。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营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甲国外主耶稣基督三主真心领受主的呼召，成做主要使用的器具，无论到伫倒位，互别人认出咱是伊的学生，阁会当带互别人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溃烂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济，密岛声温，强受凄恳。